經常都要面對住唔同嘅人。講真啦，有陣時都唔知點同佢哋解釋咩係保險。不如咁樣，今日問大家5條問題，我問你哋喺心裏面回答就可以啦。第一，你對上一次做一個全面嘅 body check 係幾時？2年、5年，定係中學嗰陣啊？第二，你對上一次有一個嚴重嘅疾病同埋受傷係啲乜嘢？而你當時嘅醫療賬單係你好輕鬆咁搞得掂啊，定係感到好吃力？第三，假如你有一日返唔到工，你銀行戶口入面嘅錢足夠你同屋企人支撐到幾耐？2年、半年，定係下個月已經頂唔緊呢？第四，你對於屋企人嚟講，你重唔重要啊？假如你有一日唔能夠再為呢個屋企付出一分力，你嘅愛可以足夠俾佢哋支撐到幾耐嘅生活呢？而最後亦都係假設性嘅問題。假如啱啱問到嘅問題，你令到覺得自己個心裏面唔舒服或者叮一聲，你覺得係問題本身嘅問題啊，定係你人生規劃入面真係欠缺咗一個後備嘅方案？